杯由荷蘭出發比利時嘅布魯塞爾，天氣真係好好啊！再見啦，阿姆斯特丹。沿途嘅風景真係好靚，好適合放空自己。火車站嘅廁所係需要俾錢㗎。錯過咗入單車啊！唔緊要啦，我哋就喺附近探索下啦。要咩住兩個都好。試咗佢呢一間嘅自家烘焙嘅咖啡豆，都真係幾好飲啊！呢個就係我哋嘅早餐啦。坐喺出邊吹住風，飲翻杯啤都真係幾超啊！係時候上車繼續我哋嘅行程啦。喺度努力咁剪緊片。到咗布魯塞爾啦 ，check in 完之後擺低咗個背囊就出去玩啦。發現咗一間寶藏店鋪，啲 postcard 真係好靚好特別。聽講比利時窩夫好出名。於是我哋隨便入咗一間，買咗兩個嚟試下，都係覺得香港嘅格仔餅更加好食。呢個係布魯塞爾大廣場，佢係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嘅核心地標嚟㗎。廣場由11世紀興建，經歷咗戰爭同埋重建，喺19世紀復興並修復。1998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咗世界文化遺產。以建築嘅風格多樣性同埋歷史意義著稱。經過廣場之後，行完咗巷仔，就可以見到亮亮嘅小童啦。男仔版本係另一條街就會去到啦，跟住就嚟到聖丘伯特拱岸街。係正點嘅鐘聲啊！估下呢個時間係幾點？行完教堂，發現已經行咗一圈路，都係飯後休息下啦。繼續剪片。好啦，今日就講咁多事，聽日見。